屏湾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实施第8档咯，教育部逐档拢会投入20个亿，也毋过偏乡老师的流动率嘛是个真悬。今仔一场公听会，关心教育的团体是指出讲，政府应该爱针对偏乡无教师证的老师来进行培训，嘛应该爱设偏乡老师考试的机制。 教育部统计全台要挖1200外间偏乡学校，差不多5000外位代理老师。因公教育学会指出，这寡无教师证的老师，往往是偏乡上界有力的支持，大部分是在地人。也毋过要收成为老师实体学分管道无济，教育部应该针对偏乡的特别来发展师培课程。教育部应该要积极的去思考的是，怎么样针对偏乡的独特性，去发展一些教师专业培养的课程，然后也针对在偏乡当地符合资格、能够有潜力或者有意愿修习这些教师资格的老师，或者是这些储备的老师们，有机会可以去修习。用一般管道，予偏乡代理老师会当成为正式老师，兼具品质甲偏乡的特别。生地教育基金会甲为台湾理教嘛认为，因应偏乡师资培养应该有更较大幅度的开放。开放的师资培育以后，他还是经过国家考试才能够取得教师证，所以。 培训、资格认定跟就业任教这个事情，它是3个不同阶段的。也毋过嘛，出席公听会，全教总是认为问题无伫咧师培，是地方无愿意来开正式的课。这些老师的一个编制给他。 我们不会担心说这个老师的编制是多的，因为老师可以去研究混龄教学各方面的一个处理，反而对偏乡留在那边的老师，他更有挑战性，而且他的一个工作负担不会那么强。几路的民团表示，降低偏乡老师流动比率有完真有限，强烈希望来放宽偏乡师培。对此，跨党派立委发言来为修订偏乡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，透过法制化，予因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